来，这件危险的代志发生伫台中的北屯。昨暝，这妈妈出门上班，39岁爸爸带2个幼囡仔。啊，讲这个爸爸咧饲1岁查囝食暗顿的时阵，互3岁后生家己伫浴缸仔泡澡浸烧水。10分钟后，发现浴缸仔拢无声，才发现后生已经伫浴槽内底渡水了，赶紧送病院抢救，救袂转来了。 3岁囡仔兄伫咧护路间内底叫水毒死，爸爸妈妈揽做伙，靠甲真艰苦。阿公阿妈嘛在场，大家心情拢真沉重。阿公真悲伤，无法度接受囡仔就安尼无去，嘛艰苦讲，伊真疼惜一个囡仔。他无小囡仔，一个去开3、4万了读册，无小囡仔，真正去开，干那读册3、4万呢。 位在台中市北屯区的这栋公寓大楼，16号晚间，一名3岁男童在浴室内泡澡溺毙，而当时浴室只有男童一人。我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。奈何年岁这么细汉的囡仔，家己留点伫咧护路间内底，警察调查妈妈伫咧做头仓，迄天出去路口上班。39岁姓陈伫咧做业务的爸爸，家己一个人照顾3岁后生含1岁查囝，下晡转出去耍，为阿嬷回来到厝，爸爸就开始饲查囝食饭，互后生家己。 一个人伫咧护路间内底浸身躯，过10多分钟，爸爸就到护路间看，就看到后生伫咧护路桶内底无动静，赶紧甲伊送到病院，毋过嘛是救无活，敢若就是因为走袂开骹，受过无形，才会发生悲剧。这不只是危险，那这是一个责任。小朋友如果还那么小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再谨慎一点。 警察暗时来到现场看，初步判定查甫囡仔无外伤，爸爸嘛伫咧张尾阿嬷到警察局完成笔录。为男童父亲发现其子在浴室泡澡无动静，入内查看发现溺水，通报119抢救。检警今仔日透早来到殡仪馆验尸，要调查查甫囡仔死因。姓陈爸爸家己一个人照顾2个小囡仔，因为互后生家己一个人伫咧护路间内底洗身躯，总无顾好势，敢有涉嫌过失致死，含违反离校法，检警会阁继续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